看看老娘，你年轻人就到这。我都知道吗？他说头有一腿年的有腿手里，有啊的点，接下来点也要切个家，也就腿年的怕了都，啊，好的，这就有道理好不？接下来点，有些他下来点，看那些谁不干年的，最好的是个是听到，哦，这多大了？他那地下的他去搞啊，他那那个酒啊，这有俺什么的？俺这家么这家是吧？说，这个。他们那老两，那个这个那老龙给带上的，给带上去。运气，我运气还是可能是。到这海了一扎起来啊，都还得都很慢的到啊，这海了一扎就到了。他们这头啊，他们要我都见毛了，可能呀，就不对，还胖个就小。这还有这这个正这可不到来，这是嘛我的脑子啊。Đã thôi thì có con này nè. Các bạn sẽ phải các bạn hãy đã lâu tua bài.